过来台湾17档的越南新住民杨美凤，目前伫南区开设一间南凤粤式料理，4档来不断扩大营业。现在创业有成，想要回馈社会，因此透过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甲着义园林美园来媒合，希望用每个月第1礼拜一餐厅休困日，请员工做伙来制作中式或者是越南的便当，要关心给社会有需要的民众。然后啊，我们家里也没有很好，都是会有一些，就是人家就会先助我们。只有现在我们过来这边做得好，然后也有努力，可是我要想分享这个好的留下来，让以后还是会有人跟我们的一样做。跟我们的一样分享那个好意出来。美凤，这就是我们南凤夜市料理的老板娘老板杨美凤美凤姐她跟她的同学跟姐妹会准备，就是我们中越结合台湾美食跟越南美食结合起来的便当，中越便当提供50个在那边给我们的好朋友。我希望这是善的循环，希望我也觉得今天记者会我会告诉很多的其实异国新娘，因为我们新住民协会什么国家都有，或许有一天这些人他也真的可以把他们的家乡美食透过爱透过这样的传播让大家知道，也让他品尝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想做一些爱心的事。上午同齐见证的有社会局、甲着东协三贸发展促进会成员，以及南凤粤式料理餐厅的员工。因选择第1个月7月7号，将捐出50个便当，要伫中华西路1段社团法人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来发送。看到新住民的用心，关怀协会理事长嘛特别加码50个，总共100个便当，欢迎有需要的民众会用的到场来领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